NQ Studio Crossover Sony Music 深度拆解，創作主權回歸 NQ 團隊升級全攻略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歡迎返嚟。2026年1月7號，炎明熹正式宣布加盟 Sony Music 大中華區。呢場轉場可以話係今年樂壇最精彩嘅商業佈局。我之前同大家做過唔少預測，尋日睇完幾招同埋今日嘅訪談，我發現事實比預期更加有趣。今日呢條片我會以第一身角度同大家 fact check 之前嘅預估，仲會深入分析 NQ Studio 同 Sony 之間各種創作獨立、技術聯營嘅微妙關係。最後我會針對 NQ 團隊嘅架構，俾出一份最專業嘅升級建議。第一部分即係事實對預測創作主權嘅回歸。首先，我哋嚟睇下我之前嘅預測同實際事實嘅對比。加盟層級我預測係大中華區，結果完全命中。合作架構呢，證實係 NQ Studio， 然後工作室同 Sony 聯營。首波風格新曲風裏嘅空靈藝術感，成功幫 Gigi 完成咗洗底轉型。關於磨合期嘅重要修正，呢度咧有一個細節大家要留意。Gigi 喺訪問入邊提到磨合唔夠1個星期，佢指嘅係 NQ Studio 與 Sony 團隊之間嘅磨合。事實上 NQ Studio 喺音樂創作上係非常獨立嘅，佢哋喺簽約前已經自主搞掂咗錄歌同拍 MV。Sony 扮演嘅角色更似係提供資金、版權管理同埋全球宣傳等技術操作嘅最強後盾。第二部分 Sony Music 大中華區對 Sony Music 香港資源差幾遠，好多人唔明啊，簽大中華區合約有幾咁勁啊。簡單嚟講呢，呢個係一個權限同預算嘅本質分別啦。Sony Music 香港 Local Branch 預算通常只係針對香港本地市場，資源集中喺本地電台派台同埋傳媒宣傳。Sony Music 大中華區 Regional HQ 製作力量 Gigi 嘅 AR 藝人與製作團隊係可以跨地區調動，例如新歌風裏 NQ Studio 提出諗法， Sony 就可以憑藉大中華區嘅網絡幫佢對接到日本音樂人 Kokia 呢類頂級資源。宣傳渠道由 CEO Andrew Chan 直接拍板，可以動用 Sony 喺內地同台灣嘅強大發行網，做到3地同步推廣。結論，呢種係區域級天后嘅待遇。Gigi 嘅定位已經唔再係一個本地小花，而係一個面向全華語市場嘅旗艦藝人。第三部分藝術自主，親自赴日邀歌嘅老闆自覺。由1月8號嘅訪談入邊，我哋睇到 Gigi 喺 NQ Studio 體系下嘅主導權。新歌風裏嘅概念完全係由佢團隊主導。佢因為欣賞 Kokia 嘅音樂，竟然大膽向團隊提議邀請對方作曲。佢仲親自飛去日本同 Kokia 會面。雖然發生咗唔記得交手寫信呢段小插曲，但呢份誠意同主動性證明咗 NQ Studio 喺創意層面擁有絕對嘅自主權。第四部分管理隱憂與理想嘅升級方案。雖然創作好獨立，但係要撐起大中華區咁大個版圖，我留意到一個隱憂：管理層嘅真空。Gigi 統稱身邊人做同事而唔係經理人。呢種創作小組模式喺面對商業巨頭時會好吃力。我建議 NQ Studio 應考慮補強以下配置：執行總裁、專業經理人。Gigi 需要一個專業嘅擋箭牌同大腦去對接 Sony 同 CMC 嘅商業莊家，而唔係由佢親自去糾結行政瑣事。項目與排程主管專門管理3與並行嘅出歌、巡演同媒體行程，解決佢提到節奏極度混亂嘅問題。公關與品牌總監維持佢高端文藝嘅定位，並主導 NQ Studio 喺 YouTube 同各個社交平台嘅自主經營。版權與財務顧問專業執行舊歌版權回購計劃，呢點係 Gigi 實現音樂自主嘅關鍵商業一步。結語總括而言，炎明熹2026年係走質量優先嘅路線。佢已經透過 NQ Studio
掌握咗靈魂，透過 Sony 大中華掌握咗發行嘅網絡。佢同 Sony 嘅團隊磨合雖然唔夠1個星期，但 NQ Studio 展現出嚟嘅創作獨立性已經證明佢已經準備好做一個真正嘅音樂人。大家覺得 NQ Studio 呢個新嘗試能唔能夠幫 Gigi 登上3地1姐嘅寶座？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。